是传咱开始来读1651年8月25吼。1651年8月中开始吼，这是对印尼遐派一个特使吼，来台湾遮巡啦吼，来遮巡查巡看吼。伊毋是敢若台湾尔，伊敢有去什么东京啦吼、江南吼，搁台湾遮。伫遮咱就所收的是伊来台湾遮，大家巡查的日子吼。所以对8月中开始吼，都讲故事性都较大啦吼，逐工拢有进度吼，无咧记小就对啦吼，无像进前逐工咧记小吼，逐工拢有进度咱昨读的吼，8月16到8月24号吼，就是讲到为什么伊会来台湾遮巡查吼，就是讲台湾遮出一项代志吼，就是一个纠纷啦吼。台湾总督和即个牧师吼，私人恩怨的关系啦吼，大家过来过去安尼吼。好，所以咱继续看啦吼。8月25拜五快艇。Reynolds 号由领港员带入来港内，来即个城堡的正头前吼，停倚伫迄个栈桥遐，要踮遐来真紧来甲所剩下货物甲商品拢甲落来，然后又要搁装其他的货物起哩，以便即个平底船 Morgenstern 号吼也会当入港来落货。Morgenstern 号也已经伫即个南平停船停足久啊吼，也是去用害甲相当的厉害吼。中昼食饭后无偌久，天气非常的好。上述的特使吼，就是真阳讲迄个特使吼，含即个台湾长官由 Dankers Dammers。和 Wagner 先生陪同渡往赤坎吼，就是因两个人和即个应该是议员啦吼，陪因去赤坎吼。伫遐看到备有良好马鞍的马，所以就骑马行了约2毫里的路，去顺势来步迄寡道路甲桥梁。也去观看新仔人会田甲种植的情形。参观了后，就转来，伫天暗的时阵，转来到即个城堡内面。8月26，拜六。进前其实有读到吼，讲因定即个有3工，一礼拜有3工吼，接受定情吼。就是拜2、拜4、拜6吼，伫即个城堡上悬迄站吼，原本的即个旧的即个孤儿院遐吼，即马做即个做办公室啦吼，接受定情吼，即个特使来嘛吼，就是看有啥物代志吼，恁较早毋敢过去，即马趁即个机会来过安尼吼。好，讲即个拜6，8月26拜6。通常的办案日吼，这就是即句的意思啦吼，就是平常时，就是因有定的逐工即工要办案，对对吼。拜2、拜4、拜6吼。要暗啊，有一个小人的负责人，名叫做 Daromea Damvongari 的，来阮的会议呢定情讲，牧师 Gravius 约落伫18个月前，甲伊的翁婿吼。边拍到即个老血老弟，而且血肉模糊吼，拍到老血老弟。为什么？因为伊偷一束槟榔吼，因先生偷一束槟榔，结果去牧师拍到老血老弟。至到14天到15天后就死去啊吼，2礼拜后就死去。哇，这拍到足严重啊吼！哇，咱有讲吼，真正就是即特使来，就是要处理这代志，就是即牧师甲台湾长官2个人过来过去吼。
所以即马呢，大家互相闹人来就对了。即马闹一个人来讲，即个牧师甲人拍死。虽然烧人的长老事先也有来Gravius 即个牧师哀求讲，因为伊年老，就是伊向头地槟榔即个年老啊，袂堪你互拍。虽然代志，但是呢，虽然代志安尼来发生，因也一直拢毋敢来控诉，因为惊牧师 Gravius 的权威甲处罚所以就甲迄寡烧人的长老调换来会议里啦质问即项代志，因拢证实讲确实有即项代志所以这个牧师代志大条拍死人此后无久，又有一个名叫做达哈维利科塔米教的人也来有会议呢，也是烧人，伊嘛来定情讲，约落伫17个月前，拄则迄个18个月前1年半，即嘛17个月前，伊有一个小女，应该是查某囝啦伫放学了后，被学校的教师叫做 Cornelis Verhoeven， 伫伊的颔棍，伫即个查某囡仔颔棍拍甲血拢喷出来，这应该是迄个动马去拍断去啦，拍甲伊的颔棍拍甲血拢喷出来，7礼拜了后，也因为安尼来死去。7礼拜2个月迄寡长老去Gravius 告发即个代志，但是却互伊怒斥赶走，就是伊颠倒生气，甲因赶走。议会对此深感奇怪，简直惊讶起来，就是简直是台语要安怎翻？简直，就简单的事，结果袂晓翻的。我看无，来找台语，简直。台华线顶书店根本，伊台语有人讲是真正是哇！所以这足简单的这个中文，结果台语无对应的词啦好，我来查一个好，先看简直英语要安怎讲，我嘛所以英语我嘛袂晓讲的来查看觅。L.O. Just really 我感觉这拢无够真正翻到迄个意思出来。根本大家讲根本可能有较接近啦根本就是安怎但是敢若佫差一开啦我马有你若有收到，你再甲阮分享一下讲议会对即项代志拍死一个查某囡仔深感奇怪根本就已经听这个惊着简直惊讶起来嘛根本就听到惊着所以就命令这个定情者暂时留踮遮一段时间，以便这个稽查官会当得到更较正确、更较详以便稽查官会当更较正确、更较详细来查问。伫这个议会中接办和处理的其他的代志，会当对秘书
Phillips Cancelli 所写的数据来查看，就是今仔日伫议会中有接办的其他代志啦吼，去看迄个秘书记录啦吼，直接歹写就对啦，无重要就对啦。今仔重要即两项吼，拍死即个牧师拍死两个人吼，毋是一个是牧师拍死人，一个是即个学校的老师拍死人，结果牧师来处理吼。好，8:27，礼拜日，牧师 Cliff 和 Hubbard 的身体即嘛拢已经恢复元气咯，本来即个特赛无来，拢身体拢介歹吼，特赛来身体拢好，所以今仔日呢，上午甲下午的崇拜，拢开始由即两个牧师来讲道。特赛阁下为着要小可活动吼，所以伫个下晡就去迄个市镇里行咧，就是佛罗摩萨遮有一个，即个日兰亚城堡遮有一个市镇吼，去市镇行，并且伫个通常的暗祷以后吼，暗时啊祈祷了以后吼，含迄寡当做斗阵的朋友去场馆阁下遐吼，去遐洗捞捞咧吼，去互伊请对啦吼。此外无值得记载的代志吼，即礼拜日就休困吼。8:28，拜一。透早，牧师 Gravius 来即个城堡的顶面，顶头住骹。城堡的顶面啥物意思？讲，荷兰人伫咧台湾岛一个沙堡顶头吼，建造四角形的城堡，称作日兰亚城堡。后来伫即个城堡北边的沙堡下底，扩建仓库甲主体等等的建筑物。稍等下吼，我看我会当找到我翕的迄个相片，我即道去迄个伫台南的历史博物馆有翕一张相片。我看我找会到的吼，就是日兰亚城的迄个模型的相片。其实若找袂到嘛袂要紧啦，迄个网络顶应该有啦吼。奇怪，好，来相片伫倒位呢？遮，来找着。本来是即个四角形的即个人亚城堡吼，我翕的这看会出吼。即个市镇应该是伫即角位啊啦吼，伫倒位我无介清楚，即角位啊，就是即个人亚城堡的市镇吼，就一寡新仔人住伫遮咧做生意吼。而且较早有一个禁令吼，就是荷兰人袂使来遮吼，伊个士兵啥来遮算违规啊吼。好，咱转来日即个注卡车继续看吼。注卡车讲，啥物这？写讲，伫即后来伫即个城堡北边的沙堡吼，北边因为我这看袂出东南西北吼，敢对无看袂出，所以即边算北边就对啦吼。下面扩建仓库甲主体等等的建筑物，场馆的主体嘛就伫遮，即部分扩建，即个扩建其实我惯势安尼读其实是毋对啦吼，因为迄工作定来讲到这吼，应该是叫做扩建的，我来我查一下。
扩建吼，应该是扩建吼。我看这个台里大书店有收这个字无？吼，有，原来有扩吼。扩仔啦，扩仔啦是囡仔无仔的一种，叫做扩仔啦，毋捌听过呢。扩仔啦，扩充吼，就是扩充吼，扩充，扩充销路吼，扩遐就是哦，原来扩遐是安尼啊，扩遐就是这头前前额扑起来吼，叫做扩遐，原来是这个扩哩吼，扩遐吼。扩遐好美吼，这是先较含古的讲法啦吼。扩遐好美吼，扩形容突出的款式吼，比如讲头壳扩吼，扩头吼，扩头是扩遐，扩头就是扩遐吼，扩头吼，扩中吼，拄则讲扩充，即嘛用扩中吼，好。遮优秀一个讲是扩中的五音叫做控中吼，控中。我拄则原来读五音啊，读控建吼。这是我伫咧工作上吼，阮一寡老先辈因来讲，因来讲控建吼，所以我变成叫因对，这因教出来嘛，所以我就变成改袂过来吼。扩中哦，扩建啊吼，你著记扩头就对啦吼。扩头我自细汉听人讲啊，讲咧扩头，迄人读甲扩安尼吼。好，即部分扩建的区域吼，就拄则讲原本迄个四角形的城堡以外扩建出来即部分呢，荷兰史料一般是称作角城吼，牛角迄个角城，就是城堡的附城附属的城吼。角城就对，咱牛角生出来安尼吼，并且呢，做围墙啊，含热兰遮城堡围做伙吼，有即个石楼梯会当会当起落即个通即个城堡甲副城吼，楼梯模型看袂出来吼，因此有人就甲副城甲城堡拢看做是热兰遮城堡吼。所以广义的热兰遮城就是这两个合做伙啦吼，一般咱是拢安尼看吼，就是四角形的甲加出来迄个长高形的吼，副城。这份日记的主人就是特使 William Verstegen， 就是其中之吼，伊甲当即拢当做是这主城甲副城拢当做是热兰遮城堡，因此呢，称城堡是城堡的顶，就是主城称作城堡的顶面吼，因为迄个四角城较悬吼，佫悬一层的吼。副城伊是称作城堡的下面吼。中文的著作嘛有人以上城或者是内城称呼即个四角城堡，下城或者是外城称作副城。不过伫遮由于是照原文的写法，以城堡的顶面甲城堡的下面来称呼即个四角城正迄个城堡的正身甲即个副城吼，顶面下面安尼叫就对啦吼，顶面是正城吼，即个正身啦吼。好，来咱这是这第一条吼。对主卡第一条吼，今仔日8月28号礼拜一透早 Glavius 就来即个城堡的顶面，就是来即个四角城正身遮吼，恳求特使阁下来接见伊半点钟吼，拜托互我安尼，即我讲的啦，拜托互我小我讲一下吼，我大家直甲我过安尼，好。特使阁下就允准伊吼，并且互伊入厝里来坐来了后，伫咧 Dankers 和 Wegener 先生，这应该是即个特使所带来两个议员啦吼。伫咧 Dankers 和Wegener 两位先生在场的情况之下，伊开始来讲起
长久以来，伊被长官阁下，伊会用嘲讽吼、侮辱，嘲讽就是踢笑啦吼。长官讲安怎甲踢笑，安怎甲侮辱吼，诶，各种怨气吼，安尼大家过来过去吼。为此，伊就是为着这，伊提示有关即寡恶行的数件证据吼，提出证据就对了吼。其中也有一份报告的抄本，是关系到 Gravius 即个牧师砍印发现希腊人的这个人头色单这样代志，就是咱之前有读到讲，即个牧师家己印即个人头色单咧收税啦。其中这样代志是一个报告的抄本。来，这个抄本内底有注脚第二，咱来看一下。是物件编号尔，咱免看哈。对这项代志呢，伊讲上述的长官阁下用佛罗摩萨的语文和荷兰文书写，就是应该是希腊雅的语文哈。稍等下，真热，我开遮门，我摕遮水来啉的。阮遮你是97度，什么概念呢？就是已经要37度了吼。我查一下吼。温度。换算98度，36度6吼。明仔载听讲嘛是即个温度吼，你是安尼，所以热到我挡袂牢。好，咱继续转来看即个日志吼，讲对即个长官报告公告讲伊做即种代志伊讲伊来申辩家己来辩解讲，上述的长官阁下用佛罗摩萨的语文甲荷兰文书写伫小人写公告，特别来侮辱伊。致到小人的原住民真明显表现出对伊的厌恶，而且情况一天搁较严重起来。有一个礼拜日，当伊用佛罗摩萨语言伫咧讲道的时阵，迄寡小人开始对伊甲笑就对啦，并且来模仿伊讲的话哇，这真正是甲喜人就对啦关系到上述小人妇女前来控诉 Gravius 拍死因翁即个代志，伊辩解讲，上述的妇女和迄个死去的小人并无合法结婚，只是同居离异。而对迄个人所犯的偷窃啦个叫咱伊偷摕槟榔并毋是用伊私自的权威去处罚伊。毋是家己去处罚的是和上述村社的所有的长老商议了后才处罚的。伊声明讲，是用一条细条索鞭拍，但是无拍超过40-50个，而且也是拍伫伊身躯有穿的身躯所穿的日本的外袍佫会记得咱昨昏读的叫啥番仔毛。
昨昏吼拍伫伊身躯穿的即个日本的即个番仔满顶头吼，总伊是啥外袍啦，我无确定是毋是番仔满啦，嘛有可能是即个较大领即个袖仔尔啦吼。而且是拍伫伊身躯顶所穿的即个日本式的袖仔吼。因此呢，根据网港的医生 Juice Class 的声明，迄个人的死亡毋是被拍吼，毋是去用拍死的，伊是早着感染即种病，伫一个半晓的人的建议之下，用一支竹笋对着伊的迄个尻川吼，对伊肛门的啥肛门吼，对伊尻川来点刀。插一支竹笋，而且用好甲点倒啦吼。这是啥物？这是一个半晓的人甲建议的吼，建议安尼做，因为伊完全无必要来按照因当地的方法来治疗，安尼的结果，互迄个烧人的病情愈来愈严重。所以，伫个约5礼拜了后，毋是迄个人所控诉的人所讲的14、15天了后吼，来死去吼。伊是啥讲？伊家托的即个冒牌的丈夫死去吼，就是讲，是5礼拜后死去，而且吼，伊毋是正牌翁吼，伊是伊讲的即个假，伊的假即个假牌翁吼。但是呢，对迄个查某囡仔被学校教师 Cornelis Verhoeven 拍死即个代志，伊讲伊对这完全不知情吼，也完全无记忆、无记忆，因此也无话可讲。OK， 哦，迄当阵，这吼，拢家己嘴讲的尔吼。所以讲我拢毋知，我毋捌听讲无即代志吼，我根本就无记有即代志吼。啊，这毋得爱有人情，无跟这是要安怎？好，下午长官阁下接来交来几份书面的控诉吼，长官阁下着台湾长官吼，详细来叙述，详细来写明即个副长官。就是上设上务员 Frederick Coyle 先生的反抗无服从甲严重的鲁莽吼，这是另外一项吼，控诉即个 Frederick Coyle 吼，上设上务员吼，敢若讲是反抗不服从甲严重的鲁莽。即寡诉状特使阁下要一直特使啦吼，即特使要一直保留到考验对一寡有关事项提出书面的答辩吼，看伊安怎应啦吼。逐工看这过来过去吼，8月29，咱个看落长，咱来看者。拜二，拜二佫开始要接案啦吼。今仔日下晡。福尔摩沙议会议员组织开会，首先由议长，就是特使吼，特使阁下发言讲，自从上设商务员 Gabriel Harper 先生离开前往巴达比亚了后，税务官的职务吼，就算伫遐空伫遐啦吼，悬缺啦吼，空伫遐。即个税务官吼，为了要重新来补这个课，所以需要一个有能力而且可靠的人，所以就一直同意并且决定以后要由上设商务员来兼任这个议会议员，就是 Rainier Denman 先生来担任税务官这个职务吼。应该是我的腔口读做税务官啦吼。此外，上述的特使阁下也郑重来讲，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阁下加 S 啦吼，几个阁下呢？伫个议会议员啊，我咧相信吼，应该叫
伫今年的5月11号的内批呢，有评论讲，会对有即张批的物件偏好吼，我读啊。评论讲啥？讲派驻福尔摩沙国村社的牧师，到现在还阁咧兼任政务员的工作的，应该爱解除即个政务员的职务。另外派其他到私社有法度私社的即个职员去担任政务员吼，互牧师会当专心伫因所担任的即个教会甲学校的工作，并且若是讲有需要吼，就搁较会当试过去顺势吼，即寡工课，因为因为着政务来离开，对教会甲学校的工作，定定会造成袂少的即个失误，就是意思讲，伊若兼政务吼，对教会甲学校的工课会去牵着，会去耽误着吼，就亲像如此捌发生过的安尼吼。如果因为牧师 Kopsma 和团队 Hans Ohoff 个性，以及牧师 Vertricht 和 Gravius 即将要离开吼，所以即个议会就决议以后将会找有即个能力甲德行的人来担当所需要的政务员。迄时，因将会按照职能分派各村社。也伫遐和牧师同齐来配置适当的即个徛家厝就对啦吼。分派的情形如下：一位管理小人、新港、大目港甲目加流湾社；第二位管理麻豆、多罗国、迪罗山甲迪罗山啦，我记得是迪罗山，含即个大武人社。第三位是管理好母人甲其他的地区，第四位管理梨林甲附近的地区，第五位管理南部地区。长官 Nicholas Verberg 阁下，这台湾长官吼，对牧师 Gilbert Huber 伫本年3月23号。甲6月初3对梨林寄来互伊的两张批吼，感觉深深受到伤害甲侮辱吼，这是咱真正有讲起的吼，就是即个特赦要来处理的第二项代志，就是长官台湾长官感觉去互一个牧师叫做 Gilbert Huber 吼，甲伊侮辱，因此呢，请求伫个议会中来宣读这两张批。并且调换即个牧师哈伯来同齐听。对此，特赦阁下同意以后，有同意了后，就去调换该牧师入来入座。然后呢，伊就提出迄两张批，真谨慎来伫议会中开始来宣读。宣读以后，伊指出所有充满无理的尖锐的言辞吼。和尖酸的指责，因此，长官阁下希望牧师哈伯伫个搁再来的办案的日子会当好好来解释，为何伊对伊吼对即个台湾长官啦，遮尔不公正来对待，还阁爱伊解释讲伊用 Barry Ars Kinder 和其他类似的用语是啥物意思吼？即个 Barry Ars Kinderen 吼，会对咱来看一下字卡安怎写，这是荷兰语啦吼。讲即句话是出自圣经旧约申命记第13章13节，意思是匪类吼恶毒就对啦吼。所以伊骂即个台湾长官是匪类恶毒吼，土匪啦吼，咱简单讲là土匪。讲爱即个牧师解释一下吼，为虾米你用即个用词啥物意思？如果伊还阁有啥物要挖苦伊的话啦吼，挖苦算要甲支持的话吼，安尼
办案日还阁会当随意查吼，就是讲你咧阁有啥物话要讲袂要紧，你办案迄工你做一个摕来吼。对此，牧师 Harper 接受了后就离开啊。这是拜二哦吼，所以应该是另你过来啦吼。小人社的所有的长老也来即个议会呢提出陈情。哇！我看即个牧师，哇，那甲所有长老拢得失着啊！你看，长老来遮吼提出陈情，指控数点吼牧师 Glavius 伫该社期间所做的即个恶劣的行为和无公正的处理，造成该社真多的损害。即个陈情，特赛国下和议会因为无法度接办，所以一直决定要对即个议会中先派几个人做代表，先去该社的社民，或者是认为应该查问的人中间去详细查问即寡所有提出来的指控。为此，选派检察官 Thomas Bruegel、上级商务员 Johannes Dankers、商务员 Zacharias Wangenaer 以及秘书 David Hawthorne 来做代表。即个人因暗就准备好要渡王赤坎，去遐继续前往小人。小人毋是咧北平吗？为什么伊对赤坎前往？歹势，小人是倒位？我袂记。我查者吼，小人是新市吗？这办？咸水报道，等下吼，小人社，西拉雅四大社市是伫后红溪、湾梨溪甲大江内海所围城的即个西拉雅所大的即个地区，小人半岛内。后红就对啦，就是即马台南市嘉义迄家位啊。嘉义我较早定去啊吼，嘉义伫北平啊，台南市北平啊。就等下我看一下地图。嘉义伫倒位呢？伫遮嘛吼。嘉义我印象诚深，就是伊个道路吼，即个咱用即个图吼看，伊道路是即种算即个啥长高型的吼，即个椭圆形的吼，所以我对即个所在一直有印象吼。所以当然毋是干那嘉义市区啊吼，后红就是应该将军遮嘛吼，讲即个位啊吼。就是即个小人社吼，我应该另咧为遮地图吼，这四大社吼，小人麻豆伫遮嘛吼，小人麻豆啊个啥物大目港，大目港个啥新港吼，这四大社嘛吼，目加流湾大目港。即两新港小人，四大社到底是对四大社吼？搁转来，即个第几只吼？我是毋是看到即只四大社，就是看即个小人社，即个伊级别科所社吼。嘉义一带目前保有较完整的阿立祖信仰的户裔是嘉义区北头洋甲东山区的甲八省哟，吉贝线吼，甲八省。
甲8个煞吼，即个我阁袂记安怎读啊。我捌问过台南人啊，结果我即马阁袂记吼。好较早我伫即遮咧做事的时阵吼，车驶4月早吼，我捌看过一寡平埔族的即个因的即个叫啥？因的迄个因咧拜即个祖师啦吼，这叫啥名煞袂记吼。真趣味哦！我足爱看，我逐遍有时专工走去遐看看安尼。好，名称萧人的希腊雅语原本的意思是讲是愧辱之堆吼，各种写法哈，苏人、绥人吼，除了萧人以外，还有萧龙、萧人、萧龙、雕龙吼。后翁等等的写法，即嘛主流的汉语写法就是萧人吼。我读做人，但是毋是读做龙，我其实到当下佫无解清楚吼。萧人一名长期做，就是即嘛嘉义一带的即个地名，比如讲萧人堡、萧人庄等等。一直到1920年才改由号对即个嘉义兴诶，即个嘉义2字来取代，叫做嘉义吼。所以较早拢萧人，后来变嘉义。好，下对我就无爱读啊吼。好，咱转来遮吼，萧人写吼，转来日子写。即嘛是几分啊？15分。好，萧人写所有长老吼来遮吼。有即个牧师啦，讲即个牧师吼，恶劣的行为，伊无写啥物行为，敢若讲恶劣的行为甲无公正的处理吼，对因的损害真大吼。结果呢，只好呢，即个荷兰政府只好讲好，阮会派稽查官做代表吼，因案准备好，要渡往赤坎，伫遐继续前往萧人吼。应该是算外海的即个人野城，较内陆的赤坎去然后再北去萧人啦吼。所以呢，伫咧上述迄寡长老，就顶头所讲迄寡长老，就是迄个来即寡来告的长老吼，该动即寡代表，因案伫咧两方的月光之下要出发吼，要转去调查就对啦吼。因暗倒了后，有一只希腊人的篷船载着一个荷兰人的大公，甲一个水手来对下门来到遮。因讲因坐另外一只希腊人的篷船对巴达维亚出发，要行来取地，但是当巴达维亚对印尼来吼。但是当因来到距离即个沿岸14到15毫里的所在。去互对北方所透来强烈的暴风飘转去迄个漳州河迄个所在吼，就是飘转去即个希腊遐吼，伫遐被2只希腊人的舰船来追击，经过猛烈勇敢的一个抵抗了后，倒伫遐，伫迄个战斗当中，因当中有真侪人受伤，即个大公家己就是其中一个。还佫会当对伊的伤痕看出来吼，然后因的船就算歹到真严重，来到即个下门的头前，有几只即个希腊人的船来甲因拖入去港内，但是一入去港内，即只篷船就被借口讲是无因希腊人的通行证，遂去用没收并且扣留，因2个人就对遐的官员各得到西班牙里尔半两里尔半吼，西班牙的里尔啦吼，2里尔半做旅费吼，坐即只小篷船转来到台湾遮吼，来遮投就对啦吼，讲因的船舰无收伊啊吼。好，这是8月29拜二吼，代志处理袂了吼，真闹热。我若是咧特赛，我若一粒头2粒大吼。8月30拜三，有几个人，包括着希腊人甲荷兰人来探访特赛吼，
来探访即个德西国校，此外无值得记载的代志，无讲啥物代志吼。拜三，好，过来8月最后一天31号，拜四。天光了后，变对迄阵摩根斯特号吼，即个港道航来到港口的附近的时阵，因为无风，只好停踮咧遐。迄只船已经伫即南边停船停几啊工了吼。迄当阵看起已经开始咧海水咧退流，所以搁再一次吼用帆起定，伫咧下晡趁着顺风航入来吼。海水退流，哪会航入来？是航出去吧？但是呢，因为即个海水开始大量咧退流吼，所以该船就伫咧最后迄个港口遐，伫咧遐坐对啊，搁浅吼。因为昨昏应该是昨日啦吼。昨日就是前天吼，迄寡代表出发去消人吼，所以这是昨日才对无毋对吼。因为昨昏迄个代志是拜二吧，我看觅，对拜二，讲因着迄暗就出发啦嘛吼，就是拜二接着定情，迄暗就出发吼。因为大家拢走去消人，所以今仔日就下午就无开会啊。今仔日拜四啊嘛吼，佫无开会啊。因此嘛无特别的代志吼，这是8月最后一天吼。食老热吼，逐工过来过去吼，这读起诚趣味啦吼。剩10分钟，咱继续看来9月初一，无咧记笑吼，读起就足趣味的吼。早起。看见迄只上水只变对船吼，应该是迄个摩根斯特号啦吼。昨已经趁着即个海流涨起来了，浮起来吼，所以就入来港内吼，驶入来港内。约落伫上午10点钟的时阵，看到讲迄只停靠足久的即个篷船叫做卡维号，对南方哦，即个港道驶来吼。约落1点钟了后，该船就平安来入港。迄寡朋友，起来了后，对因遐知影讲，因为虾米会即个叫啥？落后是啥？落后是要哪翻译啊？为虾米因会伫落后遮尔久啦？吼，是因为迄只变对船坎变号的缘故。因为迄只船伫咧东京河来坐对吼，地高必须要甲大部分的货物甲落来吼。所以迄毋是落后啦，应该是讲为虾米因延前遮久才来啦吼？应该是因进前可能计划，按照计划应该到的时间无到吼。就是因为另外一只船变做迄阵坎变号吼，伫东京就伫咧越南遐吼，伫越南遐坐对啊，必须要甲大部分的物件落来。才会当脱离迄个浅滩吼，浅的即个沙坡。因此呢，因就伫咧8月16号才会当做航离开东京河，然后伫咧西南沿海和海南岛中间漂航3天，一直到8月25号，今仔日9月初一啦吼，一直到8月25号，即只篷船就含上述的即个变对船来结伴航行。迄时伫咧商务员 Jacob Kaiser 先生的要求之下，才伫咧西南沿海甲迄只船分开，原上帝继续带领伊平安来航行。好，阴暗约了9点，进前所讲的迄寡派去消人的议员代表吼，对消人做一只西南人的舢板，由水上转来了吼，就是去调查即寡什么稽查官啦、议员啦吼，做一只西南人的舢板吼，舢板就是若敢若竹排啊安尼吼，排啊船啊吼，对小人迄边吼，家里迄边咧做行水路转来。因报告讲，顶一个礼拜二的暗时啊，对赤坎吼，因是顶礼拜二去的嘛吼，对赤坎上路，经由新港甲目加流湾。伊先到新港到目加流湾，然后前往小人咖喱遐吼，即嘛咖喱乡啦吼。新港是啥物新市啦吼，看一下地图吼，这只咖喱嘛吼。
啊，新市伫遮嘛吼，这是新港吼。是麦加利湾，敢若是搁较东边个西边，我袂记吼，这附近吼，或者就是先经过这再到这个顶头这个小人车吼。好，经由新港甲麦加利湾前往小人，伫咧过程里约了11点钟到迄位啊吼，所以因为什么遮久啊？拜二暗啊出发，结果到遐已经过程里11点吼，大家拢行甲真忝吼。因此呢，迄天就小可休困一下。过程日早起就是拜四，就召集该社的村居民来超过200个查甫人吼，由学校的教师 Daniel Henricks 吼，甲迄个长老吼，以及全社居民的名义这翻甲落长来，我先讲者吼。后壁这刮胡写讲，即个学校教师 Daniel Henricks 呢，伊会当讲真即个流利吼，真认真的即个福罗摩沙语言，就是西拉雅语啦吼。我都讲即个真认真的即个西拉雅语。伊甲长老吼，甲迄个长老就是去控诉迄个长老啦吼。伫顶礼拜二伫福罗摩沙议会里。去控诉，以全社居民名义提出控诉的即个长老吼，控诉即个牧师的长老，一项来宣布互因听吼，就是即个学校老师啦吼 ，Daniel Henricks 甲长老长老所提出的控诉，一条一条来宣布互全社居民听。恁长老甲即个牧师安尼告啦吼，告一条吼，来一条大家听吼。即寡小人听了，并且了解全部的控诉，而且是用因的语言讲的吼，毋是荷兰语吼。了解全部的控诉的事项了后，会使讲所有迄寡控诉，因拢化声证实吼，意思讲对是有吼，有哦，即声歹啊吼，即个牧师死定啊吼。过程日拜五的即个透早吼，上水迄寡代表为着要搁较确认迄寡状况，就搁再一次召集所有上水迄寡小人，也甲迄寡事项像昨昏安尼。拜五拄则咱讲是拜四的当时啊，拜四的早起吼，拜五早起搁来一遍，搁甲因召集来吼，搁甲相款搁甲迄寡事项像昨昏安尼清楚，搁再一次来伊宣讲，并且真严肃来警告因讲，大家拢必须要认真听好势哦，毋但爱谨慎来回答，也必须要对每一项来据实回答，就是爱老实回答吼，袂当讲白贼，袂允准你讲白贼咯。虽然如此，因抑阁是完全依持顶一回的讲法，就是昨昏的讲法吼。有无？大家拢有吼。这已经是宣示，而且证实对牧师 Gravius 的指控是千真万确咯。所以呢，上述的代表毋但命令上述的学校教师做证据实来翻译了后，也命令所有其他担任学校教师甲士兵的荷兰人，宣誓证实因有听到，也有了解即个经过的情形头前有一个括号，写讲因也就是讲即寡其他的学校教师甲士兵啦荷兰人士兵也被调来参加即个会议啦对因的语言也拢有相当的了解，就是即寡学校的教师甲即寡荷兰的阿兵哥其实因对希腊雅语言嘛是淡薄仔有了解所以因宣誓证实因有听到并且了解即寡情形，用来更较确认即个代志就是大家做证控告即个牧师事实就是大家无讲白贼就如将有关此事的笔录或者是书面证据所看到的安尼事实就是安尼大家无讲白贼。好，过来是 Frederick Cole 的阁下就是迄个敢若是上务员兼即个政府的副长官。
知影讲长官阁下就是台湾长官阁下，伫咧数工之前交一份针对伊私人的书面指控，互即个特使吼。所以呢，伊也将伊对长官阁下的不满简导来写伫咧纸上，交互特使阁下。你甲我走一本，我今仔日嘛要甲你告2句啊，吼，对啦吼。这两个人的指控，特使阁下拢甲接纳咯，但是一直爱囥到真正需要的时阵，才来斟酌来处理因互相中间的即个冲突。好，就是9月初1拜5，剩1分钟吼，咱刷来吼，佫足精彩吼，过来过去吼。明仔载明仔载休困吼，后日明仔载是叫做拜1。哦，对，嘿，我明仔载休困吼。好，安尼咱后日则佫继续来读啦吼。这大家有兴趣佫来看吼，大家过来过去吼，看发生啥物代志。好，我来关房。等下我看一下有啥物注脚无？甲巴煞滚音啦吼，甲跋煞啦，我记是甲跋煞吼。吉贝煞，即台南即个所在吼，你若有机会去，你着听迄个因叫即个所在甲跋煞。另外，我看嘛，哪亲像呢？简直，你讲是哪亲像遐？讲简直嘛，遐华语的简直。我前去阮爸有讲过伊哪亲像啊，也是讲迄个什么去美术安怎什么的那种。吼，美术安怎是会使啦吼。这大概用一个例句来翻来做例啦吼，较会当去理解吼。比如讲即嘛临时要用华语做，我嘛袂晓，简直不像话，这简直变咯，这一时仔想袂起来。好啦，无重要。华台开倒车讲叫做倒头赛吼。你这么做简直是开倒车，你安尼做根本就是你倒头赛。这是讲根本嘛吼，就是讲根本吼。第二是找死吼，你含乌刀，你跟黑道鬼混，简直是找死吼。大家讲你甲乌刀吼，这什么鬼党？冤鬼党，这是要哪翻？冤鬼党，你甲乌刀冤鬼党，根本是伫找死路吼。上我嘛是根本啦吼。好，所以根本是会当啦，根本一翻了是足好啦吼，足够即个有够迄个位啦，够迄个开口啦吼。好，那亲像根本。华语对啦，好，甲跋煞，好，安尼读到遮啦吼，我来关房咯，感谢各位，好，感谢阿关，多谢大家，多谢。